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基泰台的人家厝落落去。基泰建设伫早暗是头届开说明会，总经理有会室的，嘛有说明重建甲安置措施。不过有住户是愈听愈火大，认为建设公司无诚意，因无法度接受。台北市政府嘛批评基泰建设公白贼，无甲1亿的救灾金汇入去指定的口座。大户有人希望坐来好好谈，但有人认为是浪费时间。基泰建设的总经理彭先勉昨第一遍开说明会，向25户同灾户道歉，并且说明安置重建。不过大户听了真火大，我都搞不懂，我们今天来他是来慰问我们，还是在讲他的千秋大业？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气死我了！还有住户在那边配合他。彭先勉提出汇款单，讲台北市政府所有要求，基泰拢有做，而且10月1早起就把钱汇入指定的口座。不过市府怎么还要申请第2波假扣押？我们是做事的公司，我们不是作秀的公司。那也许他们目的不在为解决问题，而是希望制造问题。那企业搞倒了，对于大家的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呢？不过实际看基泰资料，其实是把1亿转到基泰家己的富邦的口座，等于是把钱从基泰 A 口座转到 B 口座啊尔。政府批评基泰讲白贼面拢袂红。像基泰这种说谎不打草稿的做法啊，把自己的钱从左手转到自己的右手，就叫做做好了这个救灾跟安置的工作。各位觉得这种方式是有可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吗？基泰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汇进去，而是不断以他公司内部程序的理由说没有办法这样做，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愤怒。彭先勉讲，只要市府愿意甲基泰签信托契约，钱随时拢会当转入指定的口座，无问题。但是所提出的汇款证据，所予人发现无法律的效力，和大户无法度相信。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建设伫台地施工，却造成边仔人家厝规栋冧落去。针对25户重灾户的安置，都发局有提供3个方案予民众警。台北市的法务局嘛有去法院替受灾户申请第2届的假扣押，初步估计金额是2亿。拖行李箱手里大包小包，透早陆续有住户载行李返厝。台北市大地民街因为基泰建案施工无细致塌落去，40位住户移用性铁力，经过技术工会鉴定安全无问题，176户居民会当返厝。统计到11下晡2点，登记返厝大概拢总44户，部分民众表示也是会烦恼。我请半天，然后是被扩大那个撤离的，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的。就是铁门变形这样子，会担心哦。对，还会担心他们的地基都松动了。针对25户规栋沉落去，这系住户的登记安置，市政府要伫13召开说明会，拢总有3种方案予住户选择，包括南港国体已经保留40户，其中准备好25户有家具、冷气、冰箱，要予住户安心来住。第2，若是住户想要住伫台地附近，安置旅馆会当继续提供。第3，就是提供1坪1600块的租金补贴，予住户会当选择伫厝的附近租厝。市长周万安下令即马开始清查全市184个工地。今天开始，台北市政府就会和4大工会务必针对184个工地进行全面清查，尤其是基泰建设和福益营造的工地彻底清查。我们会去检查，包括连续壁有没有照施工图上面的去来执行，然后监测资料有没有正常。法务部替受灾户申请第2波假扣押，初步金额是2亿。目前25户严重受灾户内底，已经有10个住户委任律师。大地面街塌落去，25户居民有厝无法度住。副市长李树川表示，等要为2楼开通甲做站帮，若做结构安全，有希望12队安排伫特殊队陪伴，限时予25户居民返厝摕贵重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建设伫台地的建案出问题，负责做连续标的包商合作机会营造。基泰建设股票是落甲即马剩12块，2个交易日尔，等于有13亿拢乌有去。上班的人进进出出，会务人员也无用散会，这是台北市形容路造成面体崩塌的基泰建设总公司就伫这栋大楼10楼，警交所11派人去基泰公司进行违抗实地查核。台北市都法局也公布工地下包连续病厂商是坐飞营造。所有一系列的公布
相关的这个营造厂、下包厂一个也都不要跑掉，好，那大家都可以避开这个雷区。到新北市三重埔这位营造，伊就伫滨体3楼红色大门顶悬搭一张小小的标签，写这位营造有限公司。总机人员表示，主管处啊开会无法度进一步说明。对，我们做他的连续币，这个可能是要等老板回来，他们是去开会，对。几啊天拢无出现基泰70总算开重大信息说明记者会，董事长陈世平宣布请辞，高强调所有责任伊一个人负责。按国民行动市员王世坚提出一张证据，表示基泰早伫司法进程44天就已经知影部分监测仪器已经超出警戒值，而且附件如何早伫8个月进程到4个月前，因为基泰动工造成大门歪起、壁逼开、漏水等等，想要到台北市都发叫煞恢复。会看标的，无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建筑工程因继续施工，本局无要列管，佮继续恶，所以第早起去北检，提告陈世平杀人未遂。他不考虑已经观测到的数字，你还要求工地，加紧施工，所以你们就开挖了，完全站在你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在考量。昨天已经有提供了，那因为只有8、9月，我们现在持续请他提供完整的这个监测资料。除了市官王世坚2摆对基泰提告以外，查到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也告发基泰涉款刑法第193条违反技术性规罪。目前台北地检署已经签分他一案，指派检察官进行调查。基泰早盘估计跳空跋停收盘61.39块，以12.05块跋停收市，超过1.3万张卖单排队等成交，总共将近2个交易日，期间损失超过13亿。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中当时的石角溪昨昏要暗下溪水涨起来，有2个吊溪是吊伫溪中，尾仔加载拢有平安救起来。台中市东势区东势高工旧校区边的石角溪，11晚暗溪水涨起来，伫咧溪边吊溪的2位吊溪，一个人赶紧走起来，另外这位59岁姓张的吊溪，因为水正错流，掉伫咧溪中无法度进化。2名张姓钓客在东市区石小溪下游钓鱼，因午后大雨，溪水忽间暴涨，其中1人受困于溪中。警方获报后立即通知消防队，并于现场警戒。台中市消防队接到报案，出动第2大队加东势消防分队、消防车、救护车加8位消防员去救。消防员先撩溪过去，伫这位吊溪生物顶绑索啊。可以慢慢撩过溪被净化。消防人员尝试架设绳索涉水接触患者脱困，并将急流救生衣让患者穿戴后，由消防人员成功引导护送上岸脱困，皆无受伤。这位吊溪命被安全救起来，并无受伤。消防局呼吁民众，这几天过头了拢会落雨，山区的土石水感觉正饱，容易引发土石流的灾害。建议较莫去山顶抑个溪边耍水钓鱼，保护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家己礼拜日的时是落大水雨，灾情是真严重，落到昨昏拢停班停课。溪水嘛因为涨起来，有一寡路段水是淹1、2公尺深，但水退时才发现讲有2个时段走袂赴洪淹死。另外伫竹家嘛有发生水崩山，甲要出山的遗体冲甲碰见，一直到加长工才找到。空中摄影机伫天顶咧坐，下海怪手也拢无停，受低压带影响，家己车闸落大水雨，暗时土石流冲入竹徛乡10号后面体，号召河原本11要出山的商家，亲人遗体互土石流冲走带咧，一直到11中昼才找到。一颗石头落地的哈，就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另外，水上中埔乡也因为赤兰溪暴涨溢流，地处部分路段水深1到2公尺。水上永庆至福桥往台82线道路，一对老翁某因为被辅导生受困车内淹死，县长洪忠良赶紧为日本返来到东寨区勘灾。长时间的强降雨，有时候它还是会被突破掉。那基本上，那我们整个村落的这个积水的部分，那我们大概都全部排除了。那整个山区的土地比较松软，所以有坍塌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在抢救当中。伊讲伊7点半过来到这，
看到高还好，过一下尔，一下子而已，规个就淹起来啊。淹起来个时间点大概几点？应该大概在8点20左右啦。水又个紧又个急，引到后面将差点无法度离开，土水毁坏中和吉乡村的徛家公庙，甚至厂房内底加固设备，民众是损失惨重。中埔乡同款受疫情影响大淹水，水深至少1.5公尺。遮人家边仔遮，我恁两台吼，游水机拢太伤老少啊。啊，伊个功率都伤少，其实拢救袂有啦。所以讲才半点钟就放起来。轮梯人员赶工清理铁轨62，因经停班停课停驶阿里山轮梯，因为山区大水河造成轮梯本线，家己甲12道路段两个边坎土石出来，12停驶。按算下晡清理了后，12气运转确认无问题，13才个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若过到伫南部，也有各地山区是落雷公雨。若南部山区雨会较粗，乡亲爱细致。咱同齐来看云图。这两天，咱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好天。过到南部各地山区是落雷公雨。也若昨昏雨落上侪所在是伫屏东的三地门、甲太武，雨量拢超过100毫米。若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是23度至26度，高温的部分是30度至33度，天气是较稳定。严格紫外线的指数嘛是同款有较悬。若日时暗时温差嘛较大。来关心北非的国家利比亚受地中海风暴的影响，风暴扫过了后，风台河是做大水，恐惊已经造成2000人死亡。水正错流一直下来流的大海，陆地上有一寡路段拢是落雨梅，车浸入咧水的，抑个路边规拢放个坎卡落去，真危险。伫东北部灾区苏萨，路会看到真侪轿车、兵车，有一个卡伫咧树尾仔顶头，抑个真侪车拢协做伙，就让知影大水的破坏力偌强。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伫利比亚造成严重的灾情。تجاوز في مدينة درنا فقط يتجاوز 2000 فقدناهم نترحم على أرواحهم الطاهرة。国民军讲，附近两座水坝放弃做大水，东北部城市德纳的灾损上严重，接班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占领过，10年外来情势正混乱，基础建设正后，怎么已经被宣布是灾区？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风暴丹尼尔自顶礼拜六以来所造成的大水，确定有60人死亡。不过这也无包括德纳，因为德纳人车拢无法度入去，听讲有几多千人被大水冲走失踪。利比亚目前是有2个敌对政权，分别控制东西两边，拢有各自的军队加外国政府做靠山，大部分拢斗相共救灾。利比亚红会讲，有工作人员伫咧德纳斗相共灾民的时阵，不幸死亡失踪。当局也讲，几架灾民斗相共的军人也有人失去联络。目前德纳无电，通讯也未通，情形正危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伫社群媒体 X 打文，讲正甲联合国也个利比亚当局联络，参详安怎救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和劳动部伫今仔日会同齐开会，来讨论开放家庭来看护移工的申请条件。卫福部是对外表示，身心障碍者会大先开放，申请外籍看护唔免搁做巴士量表。来关心《自由时报》，国防部已经公告修改志愿士兵选训的实施办法，被绑定新冠的限制，查甫152公分以上。查某150公分以上，拢会当去报考军校。另外，为着要配合宪兵用人的需求，未来近视的嘛会使。来关心联合报，超市进口巴西的鸡卵有引起争议。即马有一个农业卖种野顶头就咧亚讲，农业部的防检署进前是对外表示，巴西来的卵上换一批是5月30、5月底时阵上旬的，也毋过结果伫顶一日，搁有伫市面上看到咧卖制作日期是9月初6，保存日期到10月初的鸡卵。伊即马即期讲，这个进口鸡卵的日期，乃甲政府讲的斗袂吧？
来关心咱台湾伫2020年6月份的时，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考题一个疫区除名，即马已经准备要拍开外销市场。咱即马国内有6间业者伫年初时就已经摕到外销去菲律宾的许可证。昨在头一卡货柜内底有在22吨的青猪肉已经出口去菲律宾。工作人员将青猪肉分类包装，这是咱高自考题药业区除名了后，中溪外销第一批货柜，40尺货柜装载22吨青猪肉，会经海运销去菲律宾。有计5至7天会到，想起今年1月国内有6间业者取得菲律宾农业局进口核准。7月菲国猪肉进口商来台访抢，经过2个月协商，总算攻成订单。菲律宾的检疫官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品质非常的高兴。我们是卖给那个盘商，所以他们出去的话，可能会在菲律宾他们的比较大的超市来销售。想起咱高自1997年3月17日，省立关防治所发现头一个口蹄疫，随即爆发大规模口蹄疫疫情，停止青猪肉出口。当年5月，疫情渐渐控制，猪肉市场继续渐渐回稳。自2013年了后无案例，继续使用口蹄疫疫苗，后续经过版检了后，伫2020年改列无主疫苗非口蹄疫区，一直到今年总算恢复出口。我们把24年的口蹄疫，那我们终于拔针成功。那我们也现在在进行传统猪瘟的拔针，我们要开始来进军国际市场。我们要听这个东西，应该程序上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掌握，还要有消费者团体的一个参与。对农业部饼后一个阶段目标是传统猪瘟版检，自112年7月起。全国猪只已经停止注猪只疫苗，需要届满1年无案例发生，就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申请，争取认可是猪只非疫国。学者建议，因为国际组织审核严格，包括对民间消费团体访谈，呼吁农业部会当整合业者甲民间团体，定做评价时停，同齐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北非的国家摩洛哥发生规模6.8大地震，目前知影上无已经有造成2600多人死亡。有当地民众就对外指控讲，因的政府拢无来救助，即马伫灾区四界拢会当闻到尸体臭味。严过伫关怀中心，即马是有规大阵人拢在遐关怀，希望会当帮助地震受伤民众。民众围伫地动歹去的厝体边，一直伫咧土石堆找亲友的遗体。北非国家摩洛哥西南部西北半暝发生规模6.8的罕见地震。虽然黄金72点钟最后阶段分秒拢重要，毋过在地伫较庄卡的山区，也是有居民一直等无大型工具机入来，连其知影亲友缀伫土石堆内嘛无法度。كاينه فيه اختو كاينه فيه راجل ما كاين ليش بزوم الله يجزيكم بخير وارسلوا لنا هاد الازرع للسلطه باقي الناس تحت الانقاض 3 ايام هذه وهما تحت التراب عطات ريحتهم وحشومه السلطه المحليه ما عاونت بوالو。准讲遗体找到，嘛无人接受安置，比人敢来当用手，也是用沙条临时乌蒙啊。比起其他的所在，已经有救援队入去的地区，民众会当暂时伫텐道内底住，真正是差真济。灾区的环境真艰难的同时，我近正用的历史老城马拉克什关怀中心外出现大阵民众，白日伫街路排队填炮，内底等候区原来拢少人，阁看到外国人。من وليد تعيش وقال لي سرت برا بالدم حيت كاين الناس كذا تشوف واقعين في ازمات اللي هما كبار خاصهم الدم لهذا خصنا كما تشوف على برا كاين تضامن كبير راه بزاف الناس يتصنعوا على برا في الشمس واخا عارفين الصف طويل هذا صراحه فرح في المغاربه هادشي بزاف وكاين حتى الناس على برا ما لهم حتى شي حاجه مثلا في الدول تاع على برا مثلا في اوروبا جايين حتى هما تيتبروا بدهم ولكن هما لهم والو باش عرفت هذا راه زوين。这民众伫关键的时阵手闭起来，就是为着挽救生还者一命。到台湾时间11日下晡，这个强的地震已经夺走超过2100条人命，另外一个2400多人受伤，不少人伤势严重。摩洛哥政府已经宣布全国哀悼3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关心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甲女球员姜金硬金的风波已经烧3礼拜啊！
在各界压力之下，资本坚持无要请辞，延过9月初10，伊已经对外宣布要辞掉西班牙骹球协会主席，也各具欧洲骹球总会副主席的职务。伊接受访问的时是对外表示，这是伊3个查某囝家苦劝的，延过伊也是坚持家己是清白的。被指控伫咧女子骹球世界杯颁奖台强占球星阿尔莫索，西班牙骹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伫代志闹3礼拜了，随即宣布辞掉西班牙骹球协会主席甲欧洲骹球协会副主席。Pues que tenía que haberlo hecho desde el principio, no después de todo lo que se ha montado. Así que me parece que es lo que tenía que haber hecho hace 10 días ya o 15. 卢比亚雷斯伫咧声明内面讲，亲友家讲在顾家己的尊严继续过生活，不过并无讲到被强占的球员阿尔莫索，也无承认伊有不当的行为，只敢强调要捍卫家己的清白，也无回失的。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讲，3个查某囝抗议事迹维护家己的尊严，不过西班牙法院已经同意受理检方对卢比亚雷斯所提出的性侵犯加胁迫罪指控。Están contentos y yo creo que eso va a hacer que las futbolistas con estos primeros cambios vuelvan y a partir de ahí entre todos construir una estrategia de fútbol femenino en España y unos objetivos y bueno, dejar un poco esta parte más negativa para centrarnos en el futuro que después de ser campeonas del mundo pues tiene que ser bueno. 卢比亚雷斯的声明也讲，伊辞职是希望莫去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加摩洛哥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权。西班牙骹球协会态度自一开始批评阿尔莫索，到尾啊态度规个拢变过来，对内部进行性暴力的调查停诉。因过球员因希望对内部文化改革的诉求敢做会到，也我爱看。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由于恐怖攻击夺走将近3000条人命，事件到今已经满22周年。美国昨昏伫各地有举办纪念活动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对外表示，美国永远袂放袂记哩。伊嘛表示，美国会继续阻挡美国和美国的盟友阁受到恐怖攻击。啊，若犯恐怖攻击的工课，伊嘛继续。来关心瑞典，即马发现非洲猪只案例，目前已经封锁疫区，是发现讲有7只野猪胃病死亡，即马卖扩大检测，按算封锁这个命令，有可能会延迟1冬至2冬。目前包括咱台湾、南韩、日本、菲律宾、乌克兰都已经禁止瑞典的猪肉进口。来关心日本好多核电厂甲有产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第一阶段已经伫9月初10结束。东京电力公司对外表示，19天落来，计将甲7788吨的核废水流入大海，产的总量大约是1.1兆8克。因伫核电厂3公里外有10个所在，拢有采样做检测，不过拢发现讲无超过标准，所以第2阶段上紧伫9月底、10月初会继续排放。继续关心平正年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有3个成员，最近是伫媒体顶头写文章投诉，因讲专案小组甲打拢无具体成果，伊嘛批评执政党无意志，嘛无才调。因个行政长陈建仁是对外表示，行政院伫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即马是当地透过汇报的机制收集各界意见，政府毋是拢无做代志。另外嘛强调，目前并无拆掉的规划。模拟拆掉中正纪念堂厝顶，将灯体柜包起来，还是将灯上刷到地下石坑？这是民间三大世界学会发起的竞图展优胜作品，提供位伫台北市中心43年的中正纪念堂多元的新设计。不过最近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成员主役黄淑怀、叶凤玲联名投诉媒体，指出文化部开1000万补助相关活动，刷定位无清，专案小组到今无具体成果，批评执政党欠意志甲能力，使之转型停滞。太慢了嘛！他在任8年，而且国会还都是占绝对优势的，都不能推动，如何去做？这完全要靠政治意识，不是用说的。对小组成员的质疑，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蔡总统前嘛，伫下定进前会当个推进转型正义，不过也强调目前无拆除中正纪念堂灯体规划。蔡总统也指示呢，希望在他的任内结束以前在转型正义上要有所进展。关于
中正纪念堂转型这件事情呢，确实我们相当完整的这一个研议。那目前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所谓即将拆除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会继续透过各个管道呢来收集各方的意见。担任专案小组调集人的行政院副议长郑文灿表示，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包括安怎重新确定组织定位，安怎做到去个人化、去权威化、甲空间改造，目前由原来甲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希望找到上大共识，也有过正年当日评估推动转型正义五法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关心花莲吉安乡的平交道，伫70暗发生普悠玛列车要通过平交道的时，最后一架轿车冲入去黄色的网仔线，双方两边拢有相挨，加载是无人受伤。警方即马要依照犯公共危险罪，甲嫌犯送法办。火车通过平交道，煞甲白色轿车发生挨着了后，紧急停落来，过程拢被后边汽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70暗时8点半左右，花莲县吉安乡稻香村平交道发生四处5处普悠玛列车，挨着停伫黄色网转线内底轿车意外。因为我开在这里了，然后他那个才放下来，然后我想说，那这里应该可以停啊。哦，他就擦撞到。对啊。都在第一列车，然后突然听到有些剧烈的震晃，然后车子冲到前面，然后就突然停住了。这样应该是有撞到东西，因为我听到明确的那个撞击声。顶个月2日，台铁太鲁阁列车接伫花莲嘉宾段遭到弄一个铁轨内轿车弄掉，造成2只车厢甲强水装置受损。想袂到无到1个月，佫发生平交道事故，好在无人受伤，敢若造成万分77分钟。警方统计，稻香村平交道今年到即马已经发生10件闯入临停者违规行为，附近人讲闯入的频率真高。一天好几次。对，因为它中间很长嘛，很多驾驶人会以为说过得去，可是他过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栅栏下来了。平交道义务侦测器启动以后，那个警告那个列车驾驶仍然不急，然后撞上该自小客，那全案我们依那个公共危险罪移送那个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平交道经营闪光号志阶段期，迄时阵已经启动驾驶人有权强行弄入去，应处15000以上9万以下罚款，各吊扣驾照1年。专案以涉犯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一间真出名的牛排馆，3档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全收起来。不过伫今年3月份有重新开幕做生意，才做短半年的时间，即马又佫传出财务的危机是熊熊倒大。台中市的劳工局对外证实讲，有31个员工去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调解内容包括薪水、资遣费，也有加班费，计共有10项的诉求。店面轰打头家欠钱的布条，大门也锁起来，涂骹全拢是互讲喙的机能卡。厂商也关来者赶紧搬货，原来是台中有名的一家饱餐厅台中牛排馆传出无有境停业。那公司是有承诺我们会收到的，对，所以我们没有想过就是老板会这样子做。目前台中牛排馆内外场包含已离职员工，总共有34位这样子。来到总部所在地，同款也组织不少厂商将代志的物品甲存货会当搬就尽量搬，希望将损失减到上低。伫台中经营真侪年的台中牛排馆，3年前捌休困，今年3月换予细股负责人了后重新复业，想袂到短半年就传出财务危机，7暗都无有境停业。那就两手一摊，说他就是没有钱，他没有办法支付。对，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他是月结25号汇款嘛，可是25号他就是不会付款，这个月8月份的他还没汇给我。员工无奈表示，因为生理愈来愈无好，那7月拢红减薪水加班费也无摕到，8月薪水是完全也未领，指控细股负责人毋出面。那细股负责人11下昼是来到总部，部分厂商将物品搬走报警，不过也坦白讲，资金确实出问题。现在已经倒了。好啦，因为这个负债下来是几千万，不是只有一点点，所以我很认真讲说，我是已经尽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失败了。调解事项主要有积欠8月的工资到现在、资遣费、加班费等诉求。劳工局会尽速召集事业单位雇主及劳工来调解。
台中市劳工局表示，会尽速调集劳资双方来调解。那雇主已经无费用甲能力，会当发工资加资遣费，会协助劳工申请工资电商基金来处理工资加资遣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30岁的查甫人伫面册铺文章讲，伊要甲狗仔送人饲，毋过若是要来领养这只狗仔，爱先互伊1300块的钱，互这只狗仔先去注意风险。尾下领养的人，狗仔是带回去饲啊，也毋过煞无摕到注意风险的证明。画面内底这只狗仔恰恰着，真有活力。主人为宠物店甲买回去，毋过是用诈骗来压榨钱来买。伫人面册社团铺狗仔要送人饲的信息，原来这个30岁姓陈的查甫人，之前捌开16000块买一只柴犬，饲半年了后无想要饲，就伫网络顶找新的主人，约定收1300块的疫苗费。毋过受害者钱花过了后，甲狗仔带回去，却是讨无注疫苗的证明，尾手嘛无法度联络到对方。被害人发现领养的柴犬根本没有施打疫苗，认为遭诈，遂向警方提告，导致宠物店的账户遭设警示。除了民众互骗去，新北市永和这间宠物店嘛差一点变做是共犯，因为嫌犯搁伫遮买另外一只狗仔，3万2的费用干那付头期款，搁提供店头的口罩予受害者，尾款予受害者来拿。隶属店头的口罩要变做是警示号。事情也都处理好，没有在警方调查了。伫网络的社团内底，有真侪动物伴要送人饲的资讯，就算初心是好的，要是真恶意防有心人软空芳，伫网络顶做动物非法的买卖。近年来算是蛮多见的，你会发现，这是品种犬，怎么可以用？怎么会让人家用领养的呢？对方就又告诉他说，我的领养费一只可能是3万块。对，就是有一点是借用领养的名义，但实际上做这个买卖的行为。动保法明定，动物伴的买卖，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网络，拢爱有相关的许可，才会当做交易。不过以认养费、疫苗费的方式来收钱，并无违法。都惊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包装，变作是假送饲、真买卖。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头一个，因为主公头癌症预防社出现不良的反应，转告卫福部的案例，即马法院是判民众胜诉。妇女团体和立委是开记者会，呼吁卫福部表示讲，救济本地就应该爱放令认定，呼吁政府唔通去上诉。讲起查某囝 Amber 承受的痛苦，互爸爸艰苦过自责，因为 Amber 伫108年高中2年迄年，自 HPV 子宫口癌疫苗了后，确诊是幼年型风湿关节炎，互外界叫做是痛痛女孩。迄当时申请有防注射受害救济，互驳回，后来佫提起行政诉讼。总算等到今年8月得到胜诉，不过爸爸并无得到安慰，颠倒烦恼卫福部会继续上诉。我们的孩子中有人自残，有人卧轨，试图解脱这场噩梦。我不知道卫福部的长官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少数的人呢，应该被看到，而且被救济。妇女团体表示，痛痛女孩是自 HPV 疫苗了后发生不良反应遭囡仔的称呼，目前已经接到30多件申诉，其中26位是11到16岁的青少年。当痛痛女孩向卫福部提出有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诉的时，审议小组多数都认定是不良事件，甲疫苗无关系，只有5件得到救济，甚至头一位痛痛女孩贝拉，法院2度协判胜诉了后，卫福部阁提起上诉，到今拢无结果。上诉了，我们赢了，他们是不是仍然要说我们法官和法院不专业，我们医学才专业，我们这几个医生才专业，还是药厂才专业？法官在判决理由里面有讲了一些东西，其实会让以后的审议很难运作。立委甲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本着救济制度将款认定的精神，唔通去上诉。那根据国健署统计，2018年到今提供各种女性 HPV 公费疫苗注射有62.1万人次注射，累计接到通报888件不良事件的通报，多数拢是注射的部位红肿、恶痕等症状。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咱台湾西药剂的人口是超过9万人。根据2022年台湾西药剂病年报内底是显示讲，西药剂的病人咧破病真一冬，有8成的患者本身有高血压，4成有糖尿病，3成有高血油这问题，所以提醒民众爱好好控制，才当唔免西药剂。台湾有西药剂王国的排名声，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台湾西药剂的患者超过9万人。国内20岁以上的成年人，平均每10个都有一个有慢性腰子病，致使后期发展爱西药剂。西药剂的病人110年健保医疗总支出达到700亿。进一步分析发现，西药剂的病人伫西药剂前一年，有将近8成有高血压，4成有糖尿病，3成有高血油。三观控制无好，是造成西药剂上大的风险。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它就影响到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血管，影响到肾脏血管。长久的话，血糖控制不好，它会造成肾功能的恶化。那高血压也是一样。医师表示，三观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少年患者嘛需要注意三观问题，而且慢性腰子病的初期无明显的症头，民众可能腰子功能渐渐恶化都唔知，所以当发现放尿有泡、寒水、真癣这个症头出现的时阵，都爱去病院进行验尿加抽血，看腰子的功能是不是够样。40岁到64岁呢，就是我们3年一次；那65岁以上的民众呢，是每年一次。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提供的。国健署是讲，定期体检会当早期发现腰子病，量早介入治疗。平常时嘛爱加啉水，最好三观控制，莫食薰，避免食无适当的药啊，安尼就较无机会生腰子。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淡江大学航太系团队昨早伫屏东的旭海发射场成功发射科研火箭 J4， 将做旭海发射场启用以来第一个2届完成试射的团队。3、2、1，点火！科研火箭 J4 11套早伫屏东旭海的火箭发射场试射，火箭顺利发射成功。这届试射本来安排伫初3，因为海葵风太顺延。淡大的团队伫6月成功发射科研火箭淡江1型了后，这届的火箭是以淡江1型做基础，同款是单一载火箭，而且更较进步。之前淡江1型呢，我们并没有制作副台的舰身，那整个火箭是比较重。那我们这一次就全部改成全副台，都是采用国内厂商的产品，让我们火箭的技术可以让它本土化。由国科会赞助的这是火箭，总重量42公斤，2.87公尺长，上大直径13公分，飞行高度上悬达到4.2公里，上大载燃2898牛顿，燃烧时间是7秒。淡江大学的 J4 火箭就是要补足这个太空运输能量这一块。国科会呢，长期投注在学界的一些能量的培养，希望在这里能够发掘一些人才。国家太空中心讲，旭海的发射场到即马已经有阳明高大甲成大的火箭，也佫有淡大2届试射，拢总有4支火箭发射成功的经验。因为太空产业最近正发展，为了补足台湾太空产业链当中太空运输的不足，会透过持续支持学界的科研火箭计划，提升学界的研发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年历史的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进前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无法度排练。落尾恢复排练了后，即嘛用音乐来安打人心。专团有79个成员来到台湾表演，因表示看到咱台湾人对因的支持和热情，互因感觉真感动。伊嘛准备台湾的民谣《望春风》要献予咱台湾。这首《望春风》是台湾早期歌谣，这嘛是乌克兰交响乐团送给台湾民众礼物。头一摆来台湾演出乌克兰交响乐团，特别来到高雄开记者会，唔但准备《望春风》这首台湾的歌谣，指挥家佮传了全团79位成员来现场演奏乌克兰国歌。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received the music a few weeks before our trip, and it's really nice music.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已有100年历史，去年煞因为战争暂停演奏活动，不过因由员继续为避难所的民众演奏。今年乐团来到台湾表演交流，嘛是希望会当传达乌克兰坚定力量。过乐团开3天时间才来到台湾，
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加欢迎。这一次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特别来到台湾，我们要也特别表达欢迎跟支持的意思。Our people sitting and fighting now, and our relatives there, and many deaths, many victims, but our front here to introduce Ukraine in the world.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对12到13连续3天，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演出，以后嘛会到全世界巡回演出。毋望透过音乐的力量来传达乌克兰人的坚定甲勇气。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即摆有真侪国家拢已经修法要保护动物的权益，所以禁止马戏团用真正的动物落去表演。伫德国嘅梁卡利马戏团为着要保存传统嘛，兼顾人道，即马无用动物表演，抑过因是开50万欧元，甲所有动物拢改做3D 的投影。大像双脚徛起平行时，马戏团常常看到节目，毋过训练过程常常牵涉体罚虐待。即马国际之间禁止动物表演的风潮，德国隆卡利马戏团无愿意就安尼放弃传统的精彩表演，伫1991年就取消三亚场表演，搁伫2014年停止所有真实动物表演，搁进一步伫2018年开差不多50万欧元，超过1700万台票，将动物表演的部分全部用3D 专项投影来代替。Imagination is the limit, so whatever you can imagine, and it can be created by an animator, by a graphic designer, then it can be also shown up in a circus show or in any hologram show. Natürlich sind die Kosten auch nicht unerheblich gewesen, denn 8 oder 10 Pferde zu haben, kostet natürlich Geld. Man muss Stallungen haben, die groß genug sind, das Futter und so weiter. 小场提起表现，三面农夫就算少真实动物的表现，场内共款精彩闹热。老牌隆卡利马戏团创立伫1976年，有个观众原本无听过，不过拢以无真实动物的表现人道理念来看。隆卡利用11部绿色公园工程用投影机将360度动物影像呈现给观众，也真受欢迎。Ich finde, Tiere gehören in die Freiheit oder in den Zoo. Und die Akrobatik, die hier geboten wird, ist so fantastisch, ist so spannend. Ja. Sie ist so, dass man mitgerissen wird und wirklich. Und da braucht man die Tiere nicht. Dann kann man in den Zoo gehen und sich die angucken. 动物专项投影即马被看作是世界上上大的电工秀之一。隆卡利马戏团佫透露，未来亲像空中飞人或者是小艇的表演，也会数位化。公司新闻深入批评了。因为全球暖化关系，气候反常，即马真侪所在热天是热翕，高温拢创下新高，所以英国的皮肤科医生即马就提醒民众，大日头要出门，即马一定爱做好防止晒日头的工课。受极端气候影响，各国高温纪录一直创新高，常常伫紫外线下海人会增加得到皮肤癌的风险。影响皮肤的主要紫外线类型包含 UVA 甲 UVB， 这两种拢会对皮肤造成损伤，而且致使皮肤癌。What happens is it comes in and it's directly DNA mutagenic, so it goes into where the nucleus is of the skin cell, and it goes directly into the nucleus, directly into the DNA, and damages it. And our bodies are very clever because we can repair that damage, but repeated exposure and repeated damage will continue to cause these mutations. And when there's enough mutation within a cell, then that becomes a skin cancer. 根据英国皮肤科医术协会调查显示，在2021年，英国至少有40派民众捌拍伤。网络市调甲数据公司也公布调查，18到34岁有56派人捌拍伤。皮肤科医师也警告，唔通袂记哩抹防晒膏，虽然防晒的系数愈悬，配方就愈有效，不过并是针对所有紫外线。It's not about 30 is in the sunshine for 30 minutes or 50 is in the sunshine for 50 minutes, or it means you can be in the sun 30 times longer or 50 times longer. That is not true. The score is really made up based on the minimal erythema dose.
根据皮肤科医师的讲法，抹伫面身躯的防拍膏，会伫皮肤加做一层防护膜，会用阻隔紫外线，搁进一步渗透到皮肤内底。这层防护膜会吸收日头热量，其实真细。不过，各国对防泡产品的规定也无同，选择这些产品的时阵，也要更加注意。公司新闻深入配朋友。因为气候反常，即马咱就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除了要改善交通工具，嘛要控制石化产业。即马连建筑业嘛咧减碳。亲像伫澳洲是种真侪尤加利树，最近就流行用柴咧起厝，有诶是起人家厝，有诶咧起大楼。建筑工地有厝架啊、吊车，看起来甲一般时间当中大楼拢共款，不过详细一看，因发现位边甲楼板，甚至内底架景全部用柴壳。这是澳洲塔斯马尼亚岛北部第二大城朗塞斯顿，咧起当中的7层楼啊，建筑差不多是18公尺，所用的柴板拢来自澳洲出产的桉树。We've taken material that was destined for the wood chip pile, that was going to China to make paper, and built it into the timber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当然，这桉树毋是材料直接制作所需要柴板大细，是经过材料工程做所谓的直角式集成板材 CLT。也就是用无共款的方向配置造成合成柴板，经过这种工法处理的材料，用作为建筑结构当中承受顶悬重量的承重壁、抵抗地动的剪力壁、甲过楼层的楼板、甲天棚等等。We've got past infancy, we've got past proof of concept, we're now getting to the thing where it is a contender. 根据澳洲政府清气能源基金会估算，建筑业耗电量占澳洲全国超过一半，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占全国差不多25%，所以提倡所谓绿建筑，真做重要课题。这绿建筑的概念无限制伫建筑物本身，也包含建造过程甲所用的材料。Speed of construction has really surprised us as well. So we erected 5 levels of mass timber in 3 months, whereas if that was traditional concrete and steel, it would have been at least double that. 清气能源基金会已经投资3亿美金成立木材建筑专案计划，要加速伫澳洲全国推动用木材为主的建筑，希望应对澳洲伫2050年达到零排碳的目标有帮助。公司新闻徐家仁朋友。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低压环流已经散去啊，所以今仔日水气是较少的，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天气较稳定。也毋过过到了后，各地山区也有南部外近山区的所在会有局部雷阵雨。另外，在外近中昼的西至外线指数较强，所以中昼左右有要出门就要做好早日。另外，就是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会记哩晒衫。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同款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1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向继续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